一等級韓牛放題，今次實唔覺食多咗啦。嚟到韓國，梗係要試下食韓牛啦。喺宣寧站就有一間牛肉方體式店，大概150蚊港紙左右就可以任食一等級韓牛同埋黑安格斯牛肉。比起多數用開2、3等級嘅牛肉方體式店，佢哋嘅用料算係幾上乘噶，仲係要用炭爐燒添，啱晒嘴刁又大食嘅朋友啊！佢哋嘅放題套餐分為 A、B 兩種，附上嘅燒肉咧係一樣嘅，不過貴啲嘅套餐咧就包埋3瓣牛肉任食。如果唔食3瓣牛肉嘅話，嗌平啲嘅套餐就得啦。呢度主要提供韓國同埋美國嘅牛肉，其中牛脷脊肉就係韓國國產嘅，而其他牛肉就主要嚟自美國。餐廳仲提供咗3種醬料，包括蒜蓉豉油、紅酒鹽同埋甜辣醬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選擇。除咗基本嘅牛肉之外，佢哋仲包埋米線同埋牛血湯。米線呢就比較清淡，而牛血湯呢就少少辣，入邊都幾足料噶。整體嚟講，每款牛肉都各有特色，肉汁鮮嫩，以咁嘅價錢嚟講，性價比都幾高噶。大家只要搭2號線或者盤塘線嚟到宣寧站1號出口出，行5分鐘左右就會到。離開江南玩嘅朋友，不妨 mark 多個食嘢嘅選擇啊！